感染疱疹嘅時候，懷孕可以點算呢？懷孕早期嘅時候呢，就可以按照醫囑口服抗病毒藥物進行治療，局部使用抗病毒藥物，因為佢嘅效果比較差，又容易導致內藥，所以呢，我哋一般嚟講呢，唔推薦局部使用抗病毒嘅藥物。當懷孕36週嘅時候呢，可以使用阿昔洛維或者係範昔洛維呢嚟抑制病毒嘅複製，降低分娩期病毒大量嘅排放同剖宮產率。有生殖器活動疱疹或者前驅症狀嘅時候呢，我就建議呢啲媽咪呢要做剖腹產嘅分娩啦，避免順產嘅時候呢將呢個病毒呢傳染俾 BB。假如有感染史，但分娩嘅時候呢又冇活動性嘅生殖器嘅病變，呢種類型嘅媽咪呢就唔建議單純咁選擇剖宮產。當懷孕到35到36週嘅時候呢，定期咁檢測血清、IgG 同 IgM 抗體，等醫生幫你分析之後，決定分娩嘅方式。咁患者分娩之後可唔可以餵奶啊？唔存在活動期嘅媽咪呢係可以正常咁哺乳嘅。但係如果喺活動性嘅感染期，只要乳房冇活動性嘅破損，亦都可以進行餵奶。但係喺餵奶嘅期間呢，一定要做好個人衛生啊，嚴格咁嘅洗手，避免間接嘅感染。